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行医40多年，看过太多因为吃错东西而伤身的案例。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：很多人天天吃鹰嘴豆养生，其实等于在慢性中毒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在门诊里真真实实看到的情况。鹰嘴豆确实是好东西，但如果您吃错方法，不止没营养，还会伤肠胃、升血糖，甚至加重肾脏负担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错了，还以为自己在养生。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您，这种错误的吃法在台湾非常普遍。很多婆婆妈妈买回家，随便泡一下就煮，或者看网路上说好就拼命吃，结果反而越吃身体越差。我见过有人吃了没煮透的鹰嘴豆，胀气胀到挂急诊，也见过有人因为吃太多，让本来就不好的肾功能更恶化。请您一定要听到最后，我会教您3个黄金搭配法，让鹰嘴豆的营养完全释放出来。错过这些方法，可能就是错过健康的机会。我会用最简单的话，把这40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，让您和家人都能吃得安心，吃得健康。在开始之前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健康资讯了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佳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关注此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也欢迎您留言告诉我，您是从哪里看到这支影片的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。说起来真的很可惜，鹰嘴豆明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食材，但现代人因为生活太忙碌，往往用错误的方式在吃。我在门诊常常遇到病人跟我说：“医生啊，我明明很认真吃养生食品，怎么还是肠胃不舒服？”一问之下才发现，原来是吃法出了问题。台湾人最常犯的3个错误，第一个就是吃得太急。很多人以味豆子买回来，简单冲洗一下，泡个2-3小时就可以煮了。殊不知，鹰嘴豆里面有一种叫做抗营养因子的成分，像是皂苷跟植酸，如果没有经过充分浸泡和烹煮，这些物质会刺激肠胃，让您胀气、消化不良。第二个错误是以味越多越好。有些朋友听说鹰嘴豆健康，就一次煮一大锅，3餐都吃。但其实任何好东西吃过量都会变成负担，特别是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，豆类的蛋白质和钾含量都很高，吃太多反而伤身。就在上个礼拜，我有一位住在台中的病人林阿妈，72岁，她听邻居说鹰嘴豆好，就买了一大包回家。结果因为赶时间，只泡了3小时就煮，而且煮得不够软烂，吃了半碗之后，整整胀气了2天，肚子鼓鼓的，什么都吃不下。后来家人带她来看诊，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看，这就是吃错方法的后果。明明是想养生，结果反而让身体受罪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您正确的吃法，让您真正吃出健康。现在让我告诉您，如果吃对了，鹰嘴豆到底有多厉害？这3个功效是我根据多年临床经验，加上国内外研究结果整理出来的，每一个都非常实用。第一个功效，清理血管，降低3高。您可以把血管想象成家里的水管，用久了，水管内壁会累积，水垢，水流就不顺畅。我们的血管也一样，年纪大了，血管壁会累积胆固醇和脂肪，形成斑块，这就是所谓的动脉硬化。而鹰嘴豆里面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，就像是血管的清道夫，可以帮助降低坏的胆固醇。复旦大学有一个研究，追踪了1000多个中老年人，发现每天吃适量鹰嘴豆的人，坏胆固醇平均降低了15%，血压也比较稳定。
这对预防心脏病和中风非常有帮助。我有很多病人原本三高控制不好，开始正确吃鹰嘴豆之后，药量都慢慢减少了。第二个功效，稳定血糖，补气养脾。很多糖尿病人最怕的就是血糖忽高忽低，吃白饭就像在火里丢钱财，一下子烧得很旺，血糖瞬间飙高，但很快又掉下来，让人感觉疲倦，想睡觉。鹰嘴豆就不一样了，它的升糖指数很低，吃下去之后，能量会慢慢的稳定地释放出来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鹰嘴豆性平胃肝，入脾经和胃经，有补中益气的作用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脾胃好了，整个人的气色就会好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如果您常常觉得累、没力气，除了要检查有没有贫血，也要想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。这时候适量吃些鹰嘴豆，就是一个很好的食补方式。第三个功效，养护肠道，帮助排毒。现代医学发现，肠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，肠道健康，整个人的免疫力和情绪都会比较好。鹰嘴豆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便。有一个为期3周的小型试验显示，连续吃鹰嘴豆的人，排便频率平均增加了1倍，而且粪便的形状和质地都变得更健康。这3个功效加起来，刚好解决了中老年人最怕的3件事：血管堵塞、血糖失控、肠胃功能变差。如果您能掌握正确的吃法，鹰嘴豆真的可以成为您养生路上的好帮手，让您的身体保持在年轻的状态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，既然鹰嘴豆这么好，那我就多吃一点吧。慢着，先别急，再好的东西吃错了也会出问题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4个错误，是我在门诊最常看到的，希望大家都能避开。第一个错误，浸泡不够，消化不良。很多人买了鹰嘴豆回家，随便泡1-2个小时就开始煮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鹰嘴豆是硬豆类，它的外壳很硬，里面的抗营养物质需要充分的时间才能分解。如果浸泡不够，煮出来的豆子外面软了，里面还是硬的，吃下去之后，肠胃根本无法好好消化。我有一个病人，40多岁的上班族，姓陈，住在新北市。他因为工作忙，想说买罐装的鹰嘴豆比较方便，回家用微波炉热一热就吃。结果连续吃了1个礼拜，整个人肠胃胀气到不行，还伴随着腹痛。后来来看诊，我告诉他，罐头虽然方便，但最好还是要再煮过，而且要煮到完全软烂才行。第二个错误，吃太多，加重肾脏负担。有句话说，物无美恶，过则未哉。鹰嘴豆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，每100克大约有20克蛋白质。对健康的人来说，这没什么问题。但如果您的肾功能已经不太好，吃太多高蛋白的食物会让肾脏负担更重。而且鹰嘴豆的钾含量也不低，一般人吃没关系，但肾功能不好的人，钾代谢会出问题，血液中的钾太高，会影响心脏功能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心律不整。所以我都会提醒病人，特别是有慢性肾脏病的朋友，每天吃半碗就够了，不要贪多。第3个错误，放太久发霉产毒。豆类最怕的就是受潮发霉。台湾气候潮湿，如果鹰嘴豆买回来没有好好保存，放在潮湿的地方，很容易就会长霉菌。霉菌会产生黄曲毒素，这是1级致癌物，对肝脏的伤害非常大。我看过有些老人家省吃俭用，舍不得丢，看到豆子有一点点发霉，洗一洗照样煮来吃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黄曲毒素用水洗不掉，高温也不容易破坏。一旦吃进去，日积月累就会伤害肝脏，所以我都会叮嘱病人，
豆子买回来要放在前灶通风的地方，或者直接放冰箱冷藏。如果发现有异味或是有发霉的迹象，千万不要舍不得，直接丢掉最安全。第4个错误，吃加工零食反而摄取过多油盐糖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鹰嘴豆做的零食，像是炸鹰嘴豆、鹰嘴豆饼钳，这些吃起来很香很脆，但问题是为了增加口感，厂商会加很多油、盐、糖，甚至还有各种添加物。您以为自己在吃健康食品，其实吃进去的反而是一堆不健康的东西。千万别以为没事，这样吃反而等于在慢性伤身。真正健康的吃法是自己在家料理，用最简单的方式烹调，才能吃到鹰嘴豆真正的营养。好，讲了这么多错误的方法，现在我要告诉您，到底怎么吃才是对的。这5个方法是我整理多年临床经验，加上营养学的研究，确认过真的有效的。只要您照着做，保证不会胀气，营养还能完全吸收。第1个方法，浸泡要够时间，至少8到12小时，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。鹰嘴豆买回来之后，先用清水冲洗前浸，然后放在大碗里，加入至少3倍高度的水，盖上盖子，放进冰箱冷藏浸泡。时间至少要8小时，最好是12小时。如果您晚上睡前泡，隔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煮了，非常方便。浸泡的过程中，那些会让您胀气的植酸和皂苷会慢慢溶解在水里。泡好之后，记得把水倒掉，再用清水冲洗2、3遍，这样就能把大部分的抗营养物质去除掉。有些人怕浪费，会用泡豆的水来煮，这是错的。那些水里都是不好的成分，一定要倒掉。第2个方法，煮到完全软烂，入口即化。浸泡好的鹰嘴豆要放进锅里，加入足够的水，用大火煮，滚之后转小火，慢慢炖煮。一般来说，至少要煮40分钟到1小时。怎么知道煮好了没？您可以拿一颗豆子起来，用手指轻轻一捏，如果能轻松捏碎，入口即化，那就是煮好了。如果您家里有压力锅，那就更方便了，用压力锅煮大概20到30分钟，就能煮得很软烂。煮好的鹰嘴豆吃起来绵密松软，完全没有硬心，这样肠胃才能好好消化吸收。第3个方法，搭配维生素 C， 铁质吸收加倍。鹰嘴豆里面含有丰富的铁质，但这个种铁是非血红素铁，吸收率比较低。不过，如果您在吃鹰嘴豆的时候，同时搭配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就能大大提高铁的吸收率。比如说，您可以在鹰嘴豆沙拉里加一些番茄、甜椒，或者吃完鹰嘴豆之后来一颗奇异果、芭乐，这样简单的搭配就能让您的身体吸收更多铁质预防贫血。特别是女性朋友和老年人更需要注意铁质的补充。第4个方法，控制分量，每天半碗刚刚好，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多。根据营养师的建议，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煮熟的鹰嘴豆大约半碗到1碗就足够了。这个分量大概是80到150克，既能获得足够的营养，又不会造成肠胃或肾脏的负担。如果您是第一次吃鹰嘴豆，建议从少量开始，比如先吃个3、4汤匙，看看身体的反应。如果肠胃适应得很好，没有胀气或不舒服，再慢慢增加分量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第5个方法，变化吃法，天天吃也不腻。鹰嘴豆的吃法非常多样，不一定每天都要煮成汤。您可以把煮熟的鹰嘴豆打成泥，加一点橄榄油、柠檬汁和蒜头，做成中东有名的鹰嘴豆泥酱，涂在全麦面包上吃，营养又美味。也可以把鹰嘴豆加进生菜沙拉里，
搭配小番茄、小黄瓜、玉米粒，淋上一点油醋酱，清爽又健康。或者煮一锅鹰嘴豆浓汤，加入红萝卜、洋葱、西芹，既暖胃又营养。举个例子，您可以早餐来一碗鹰嘴豆优格，把煮好的鹰嘴豆加进无糖优格里，撒一点坚果和蜂蜜。中午吃沙拉的时候加一些鹰嘴豆，增加饱足感。晚上煮一锅鹰嘴豆蔬菜汤，全家人一起喝，这样3餐都有变化，天天吃也不会腻，而且每一餐都充满健康。虽然鹰嘴豆是很好的食材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。有3类人特别需要注意，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属于这3类，一定要谨慎。第一类，肾功能不好的人。前面我有提到，鹰嘴豆的蛋白质和钾含量都很高，对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这不是问题，因为肾脏可以正常代谢。但如果您已经有慢性肾脏病，特别是已经到了第3期以后，肾脏的过滤功能下降，吃太多高蛋白、高钾的食物，会让肾脏负担更重，甚至可能让病情恶化。如果您有肾脏方面的问题，建议在吃鹰嘴豆之前，先问问您的医生或营养师，看看您每天可以吃多少。通常我会建议这类病人，如果真的想吃，1周吃1-2次，每次不超过半碗，而且要搭配低钾的蔬菜一起吃。第2类，肠胃虚弱的人，有些人的肠胃天生比较敏感，容易胀气、消化不良。这类朋友如果突然吃太多豆类，肠胃可能会受不了。豆类含有一些寡糖，在肠道里会被细菌发酵，产生气体，让您觉得肚子鼓鼓的，很不舒服。如果您是肠胃比较弱的人，建议您在吃鹰嘴豆的时候，一定要煮得非常软烂，而且每次只吃1小份，可以搭配一些助消化的食物，像是姜片、陈皮，帮助肠胃更好的消化。第3类，痛风或高尿酸的人，鹰嘴豆的普林含量属于中等，虽然不像内脏或海鲜那么高，但如果你有痛风或者尿酸偏高，还是要控制分量。吃太多的话，可能会让尿酸升高，诱发痛风发作。养生不是比谁吃得多，而是要懂得节制，懂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对的量、对的方法，才是最好的补养之道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快要结束了，让我帮大家做个总结，把最重要的5个重点再提醒一次。第一，记住3大功效。鹰嘴豆可以帮助您清理血管，降低三高，稳定血糖，补气养脾，还能养护肠道，帮助排毒。这3个功效正好是中老年人最需要的。第二，避开4大误区，不要浸泡不够就煮，不要以为越多越好，不要放太久让豆子发霉，也不要吃那些加工过的零食。要吃就吃原型食物。第三，实践5个正确吃法，浸泡至少8到12小时，煮到完全软烂，搭配维生素 C， 增加铁质吸收，每天控制在半碗左右，变化吃法让营养更均衡。第四，善用3个黄金搭配，鹰嘴豆配优格，可以增加益生菌，配番茄或甜椒，可以提高铁质吸收，配全谷杂粮，营养更完整。第五，3类人要特别注意，肾功能不好的人要限量，肠胃虚弱的人要煮得更烂，少量吃，痛风或高尿酸的人也要控制分量。各位朋友，健康不是远方的梦想，而是每一天餐桌上的选择。一碗煮得软烂的鹰嘴豆看起来简单，但里面包含了对家人满满的爱和照顾。从今天开始，请您试着用正确的方法，为自己、为家人煮一碗健康的鹰嘴豆。我行医这么多年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平安健康。药物只能治病，但真正的健康
是要从日常饮食做起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且分享给您最在乎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把正确的健康知识传播出去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如果您在实践过程中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。也请您告诉我，您是从哪里看到这支影片的，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做出更好的内容来帮助大家。最后，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出健康，吃出长寿，愿每个家庭都平安喜乐，代代安康。我们下次见。